好啦，呢一個堂呢係比較多朋友選擇嘅，因為機會不多，同埋應該係幾年前開過一次就唔知咩原因啦，就冇再繼續。咁呢個就係關於水晶能量。水晶能量就係講咩呢？大家好中意嘅三棱骨幹啦、美閃啦、黑銀鈦啦、薩滿魔石，唔同嘅水晶棒、冰晶。呢個係 Pink Skin 嘅類毛尼母子水晶。咁唔同，仲有其他唔同嘅啦，或者鐵礦類嘅啦、金髮類嘅啦、縫合水晶黑色類嘅啦。咁你見得黑色類嘅啦，預言石啦，跟住就天地公司Robert先生嘅高頻水晶塞斯特萊啦。塞斯特萊我哋唔係淨係得幾嚿俾你嘅，我哋有好多喺度嚇。咁唔同嘅三棱骨幹，其他顏色嘅水晶，咁就係俾你去感受。的確係淨係俾你去感受。我會話俾你聽呢個係咩啦？佢大概係乜嘢？喺邊度揾到或者係大概對應咩輪位？因為就係試過已經上過幾堂嘅時候，每一個人對，就算兩個朋友上嚟一齊上都好啦，大家對水晶嘅感應都係唔同，唔會一樣嘅。咁點樣放喺你嘅手上又好，或者其他地方，亦都會有唔同嘅感覺。咁所以就係話要親身感受下，究竟水晶能量對你有乜嘢影響又好，或者係震動呢個全新嘅感受。因為你喺出邊咩水晶店幾多手鏈都好啦，佢未必會俾你咁樣時間，呢個90分鐘嘅時間俾你去感受水晶，即係好似芒果 course 咁。你點樣去慢慢感受佢嘅震動或者係佢咁細支啫，同咁大支其實可能會唔會個分別不大呢？咁哥倫比亞同巴西究竟有冇咩唔同呢？咁你就可以去自己慢慢領略90分鐘時間應該都夠㗎啦。再多落去呢，你都會辛苦，因為有時候你唔係一直接觸高能量水晶嘅時候呢，的確可能有啲攰或者係任何身體其他嘅情況都可能發生嘅。咁所以認識咗先咯，跟住睇下自己懂唔懂得運用咯。咁起碼你知道咁大嚿美閃，呢個係完整即叫咪完整嘅，起碼佢大嚿一件，同美閃晶族究竟有冇咩分別呢？佢給你嘅刺激會係點樣呢？咁大嚿嘅黑銀鈦呢，我叫佢 Bauxite 啦，又會唔會頂唔順定係覺得唔都係咁啫？即係咩可能性都有啦，都係嗰個繼續都係講嗰句。薩滿係啦，大同細有咩分別呢？係咪一定要公乸呢？咁你就可以趁呢個機會去體驗一下。咁我哋呢個 course 有分齋上堂同埋連埋一紮水晶送俾你嘅，唔係送嘅，即係超級優惠嘅堂嘅，即係兩種選擇。你可以唔要水晶我冇所謂嘅。但係跟水晶嗰個係真係超級抵嘅嘛，因為件薩滿都唔平啦。我係加一件大嚿薩滿俾你啊嘛，跟住2支水晶棒啦，芒果石，4種唔同嘅原礦或者滾石，咁冇所謂，你中意上邊個都得。不過就10月限定啦，可能最後11月頭會有冇1、2堂呢，都或者可以安排。咁盡快聯絡我哋啦，拜拜。